好多人一聽我話18歲之後人人一生可累積住20年公屋，第一反應就係咪根本做唔到？但我想講，而家公屋最大問題唔只係唔夠樓，而係一個單位一入咗去，往往就住幾十年，流轉太慢。我提出嘅唔係全民免費住公屋一世，而係將現有制度改成額度制，即係每名市民一生可累積住20年，仲可以分段使用。例如一個人大學畢業之後先住8年公屋，一邊工作一邊儲錢，之後佢可以結婚、買樓、搬出去。再過多10年，如果佢想辭職、賣樓、進修、創業、追夢，佢就可以再申請住返公屋，用返自己未用晒嘅額度，減低住屋壓力，俾自己一次重新開始嘅機會。呢個制度可行，唔係因為香港突然有無限土地，而係因為我哋終於肯改，公屋唔再住一世，單位開始流轉，住屋安全網可以分段使用，再加上工作期低租金，退休之後更大保障。公屋只係保基本需要，咁就唔係用公屋取代私樓，而係用一套更有流轉、更有秩序嘅制度做人生住屋安全網。你覺得最大阻力係土地、財政，定係香港人未必接受公屋，唔再住到老？留言話我知。下一條片會再解釋成個計劃推行時間表，